就係呢個咧，我哋喺2020年嘅2月29號下午1點鐘咧，就喺花園國舉行一個集會咧，表示因為疫情，我哋覺得有必要向主流社會發出我哋嘅聲音，因為我哋唔應該受到歧視，我哋應該要支持地方經濟。咁事後咧，就大概喺6月份咧，我收到個電話同電郵咧，就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就有個意向咧，就話對我哋遊行所舉行嗰個橫額，即係個 banner 咧，好有興趣。佢就問我哋可唔可以叫我哋捐出嚟，俾佢哋去收藏。而除咗反歧視之外，疫情期間另外一大難題就係防疫。三藩市華埠作為全美人口密度最高嘅地區，仲有好多居民住喺散房。而李先生所服務嘅寧陽會館旗下就有幾十個散房單位。